先继续来看这个风台爽长中南部，有真侪电火条啊倒去，台电的人员无休困，小连续超过1礼拜抢修电力。有民众看到因真辛苦，送因食牛肉面，佮免费来啉饮料。现食的面放大块牛肉，佮三层啊粗，看甲互人嘴烂，强要插插的。新南西民众来到这间伫咧台南拍界牛肉面食面时，从暗时9点外食到一半，发现来一阵最近当无用机器伫咧修理防灾后电力的台电员工，嘛来这食面。结束的时，就点点啊啉2000块头家，讲要请因吃，煞咧就外头漂配做鱼走。请那个台电公司的工程人员跟你们说谢谢。他说不用不用，他就挥挥手就赶快离开了。他就是说他很感动，工程人员还这么晚还在施工，然后他就是帮他们买单这样子。头家娘讲，除了第一位先生，还有第2位的民众嘛讲想要请这阵辛苦的台电人员食饭，不过员工拢拒绝因的好意。丰台丹那市东创南台湾台南客家结果北门嘉里等等真侪所在电火条啊倒去，民众无电通用，台电人员小连续做超过1礼拜，无暝无日开热煎饼拢伫咧修理，和民众拢想要请因食饭。感谢你们。家己同款是东西区水上一间手持的饮料店头家，同款拍手请人客，门口看板写请台电制服，或者是台电的公务救灾车饮料全部免费，和恁啉烫海。他以后要多支持这一家店，这样这几乎是早上7点做到凌晨的，这持续1个礼拜，超级累的。很多台电来跟我买饮料，我才就是有这个想法说，可以帮他们加油打气。然后就饮料免费送给他们。这老板娘有心啦！对啊。统计丹那市丰台造成全国997846户失电，目前大部分电已经来遐，到今仔日透早，还有6928户还阁失电，搁伫咧修理。台电人员辛苦做事，民众送食福音，999的认真味，互网友拢看甲心肝头酸酸酸。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